咱国有史以来头一摆，立法院甲行政院甲院协调后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讲行政院卖予伊总预算案。民众党立院党团总调黄国昌表示讲，民众党的立场未改变。国民党立委罗斯博士表示讲，总预算先有通过，若无够，看讲要安怎追加。不过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议员针对总预算案提出复议，更加列出三大不合理，爱立法院重新审议。韩国瑜见到杜英台双手介扶起来，行政立法两大龙头看起来互动友善。不过这个程序敢若无延续到总统府官。呼吁行政院不要提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议案，会造成行政院跟立法院进一步冲突的加剧。不提复议案的前提之下，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？意思就是调整关键的总预算案，无提出复议，对当搁再谈。不过杜院长无接受，昨暝伫咧面册普文直拄直，讲会针对总预算案提出复议，要求立院定审期，包含通删，针对特定机关、特定项目，大删减，或者是冻结，含大量冻结，造成政府机关阻碍难行的三大不合理。总预算三读通过了，就通过了。就照这样做，真的有问题的追加预算。行政院坚持复议，闹会无认同，安那国会关键少数，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嘛讲，并赢伫咧总预算立场无变，行政院想要甲预算套上来，爱先甲用途讲清楚、说明白。中华民国有史以来，总预算通过之后，没有人提过复议案，冻结不是删减。你是要好好来报告，朝野和谐的状况之下是可以解冻的。总预算案行政立法个人讲个人会调整冲突，暂时无煞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